挂碍，攒1万块去机车行替大汉囝订一台车，才转来到厝，阁碰到细汉囝扎伊的毕业纪念册，互我看。两爸仔囝坐相对，叮叮咚咚讲甲袂得煞。到饭点的时阵，细汉囝才讲伊暗算明仔载要甲4个同窗租车落去花莲耍，要讨我所费。我袂寒酸即款钱，对手任2000块，刷落去坐伫碰椅顶，嘛毋知按倒位生出来的烦恼。一阵一阵伫头壳内，亲像沙无长的碰西，一言一言，甲心肝眼仔甜咧，愈缩愈暗，强要无气通喘。坐囝业命，会操烦挂虑，袂食袂困，拢嘛家己找做得来的。美角出伫爸母对视线有较无共的疼痛，都有无合理的愿望，逐项放袂落心，较加嘛操烦挂虑，倒袂出事情的拖磨。敢讲跋落囝儿坑，就是咱人落土时煮好好的命底咧。若要照佛经所讲，无挂碍故，无忧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的字句来说明，有挂碍就会起恐怖的心念。袂输海涌安尼一悬一低，心肝较会恬静咧。就准有法度，我看嘛是强极强韧的。世间人真正要做甲无惊吓、袂挂碍的地步，真正着爱放杀身躯边所有的一切，亲像情爱、钱项、名声、权力，干那即招尔，找无别步通变。反倒转来讲，世间人互食的物件，卖甲腹袂开，背袂利，挂碍恐怖一大摊，颠倒妄想甜袂煞，到要死啊嘛枵袂醒。一切的挂碍恐怖，颠倒妄想，是我有即身肉体所致的，假无就袂安尼啊。作者那春水。